美国支持土耳其关于维吾尔人的声明。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支持土耳其关于维吾尔突厥人的声明。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通过官方推特表明，美国赞同土耳其外交部的评估，并分享了土耳其在关于维吾尔突厥人的声明中所使用的100多万的维吾尔突厥人被任意逮捕。他们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和政治洗脑，这已不再是秘密表述。土耳其外交部曾表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突厥人系统性的同化政策是对人道的极大耻辱。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执政联盟成员人民共振党主席安瓦尔·伊布拉辛评论中国政府涉嫌虐待维吾尔族穆斯林。他说，这不仅是维吾尔族的问题，也与整个穆斯林世界有关。可尼亚举行东突厥斯坦发布会。可尼亚民间组织平台举行以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所受的人权灾难为题的新闻发布会。可尼亚民间组织平台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多个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多名组织成员以及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印巴关系紧张，印度当局表示，印度决定取消对巴基斯坦罪回国待遇。印孔可什米尔地区14日发生一起自杀式袭击事件，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伤亡惨重。据最新报道，死亡人数已逾40人，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天，印度总理莫迪主持召开了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以评估印孔可什米尔地区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的安全影响，并决定印度应采取的应对行动。会后，印度官员对新闻界称，有证据表明巴基斯坦参与了这一事件。特朗普将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该国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原因是墨西哥边境的暴力事件。特朗普强调了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的必要性，并说他们不能通过检查站走私妇女、儿童和人民。美国的委内瑞拉计划被泄露，美国政府正计划用军用飞机向委内瑞拉发送新的援助，以恐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该计划在外交部发送给国会的电子邮件中被泄露，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在发送给国会的电子邮件中，外交部建议通过美国军方向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此举将威胁马杜罗并迫使他辞职。